1940年代以前，台湾电力还无按普遍，农业价格要利用人力、动物同水力。经常见的其中一类加拉火丝，都是用来弄过的奶龙。奶龙价格是用当地的蜂奶做嘅一道材料来做，是一类专门的手艺哦。一个奶龙师傅也贵受农民的尊敬。天论时代改变，做奶龙一个产业因为淹没落嘅老师傅如老嘅退休嘅。2年前对高太平也被赖运法在认证过热爱农村文化，一路去屯国宝级被奶龙师傅林义祥来学习嘅，又去学耕种，伊希望重现给当年农民靠自家来生活的方式，伊也对学做奶龙嘅过程看到嘅同西方农业无共样嘅文化价值同相力。是啊，看你出来了啊！龙龙棍的上下，然后一粒一粒再造的骨，出体龙红。矮龙伫无天好用的年代，喺农业社会龙骨的体扎尝试。奶龙行较喺农村接上看的多的加拉货。特别大福音就啦，每福音都有特别因，全部是家冇特冇机器嘛，全部落水这样子矮龙，啊冇热种米，等下做过的地啊。大家都要吃饭，然后都要用米。可是呢，事实上那个米的一个取得稻谷收回来之后，不是马上就要用的。等于说，它要用的时候就要经过碾，那碾的时候不可能像现在有大的机器去处理它。几乎在农村社会尤其在客家地方，那么的山里面，那么的农村的地方它随时要碾，几乎这种机器是最好用的。龙骨爱品质好，爱讲就爱看奶龙的好坏。条摆工作人会请专门的奶龙师傅来做，有的行为自家老家条请来屋下做。就算工钱没一度，还是受到农民的尊敬。当笼不是给山里面拉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在当笼的时候，你没有杀鸡来请这个师傅吃，那他就把你的笼随便乱做，那到最后你做出来的笼，就算是三个人来拉，也会拉到歪掉。对，因为他是以前是处理你家每天都要吃的稻米这么重要的东西，一定不能随便乱做，所以都会好好的款待来做笼的师傅。一项流传为1000年的农业工艺，1943年起是等台湾内位都有天的天堂的加拉火推理的原理，将空间效率又较大的奶龙，天天的本人听不用睇快睇，做奶龙没变做就会无睇的行业，老师傅天天的走嘞。你要做把真多真难真别冇人做嘞，我做个好，其实80万岁嘞，其实冇嘛现人去做嘞。帮我摆差不多几人去做，家己冇忙去做咧，叫只后生嘅明去做，破咩都唔会破啊！种冇啊，你路种，后生啊落去田种。到了日本时候，开始这个稻米的这个通路也好，或者产值说实在是在提高了。那提高之后，开始机械性的东西开始发生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慢慢被淘汰了。还有像是水垄间或是南部的那种火垄，就是用油的、用油、用电、用水的机械性的东西开始产生了。那这个小量的东西就很快淘汰。看到奶龙的工艺就会无睇咧，太好时节，加上等等社团去农村办发通的来源法，交通太好变压过后，无去科技业做工厂时。2年前才选择去台南埔学习的，同今年85岁的老师傅林义雄学大龙。土龙这个东西，它有被保留下来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在这个岛上曾经有那么一个美好的年代，人跟土地相处的关系是圆满而且不假外求的。所以我一直以来其实都相信这个东西值得被保留。然后将倒下来长长的做的，铺做一撒一撒。来源法用数行也炸主导，当地准备做奶龙千基本的其中一项材料做咩的？对全部经验都铺下体积圆圆的，用的得来做咩的？却用的几半张页。
一位老师傅讲，做咩的也好快，直接影响到内容耐用的长度。竹编是它要做的够细密，然后要编得够强韧，因为到最后是土会装在这个竹编的东西里面，然后一直敲击，一直敲击。所以竹编如果做的没有其一，或是它不够强韧的话，那可能在你敲击的时候，也许那竹编会被你崩到断掉。对中条幅圈越来越往内动作越一样，做得缝床没缝实，用热水来打匀，控制奶液湿度，也调奶为冰头浓度来炖。再个加热硬硬的酥皮，糟体过后就有一条一条的片，从沙条做的东西硬硬，係老骨同龙红分开来，清主要的部分。你把它做好了这个湿湿的，然后它干掉的过程中，它就会收缩。那收缩不均，通常没有办法做到很均匀，那一定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收缩太多，它可能就先产生裂缝，然后再收缩的更多一点，它可能就会整个破掉。那尤其是在打泥土这个部分哦，就是它一定要取红土，由于我们在整个这个桃园啊，桃园以南一直到我们台中这边哦，这边的红土很结实，而且那个粒子哦，经过打了之后，那个硬度非常强，那不会输石头的。那这样的一个机具它需要很大力气，把那个稻谷经过这样的一个机械原理把它脱壳出来的这样的情况条牌做内容，爱木箱，土龙师傅强下合作，差不多3年就做出一只龙，一下一两年靠咩的木箱都系对头好意思，做一只龙，亲手会办专业，就算过程故事。佢行係堅持，繼續來傳承一項手藝。總體嘅人都咩唔記，用嘅機會放棄可經驗嘅想法，來源化，才打破講出移動中意農村嘅文化。太好變入咧，按打上咯，啲了會向上下用，又唔係講要做乜嘅東西樣嘅，大家唔啲講係樣嘅，但是價格形式樣嘅咯，安尼就咩唔啲啊。你冇情绪一定做唔得啦，冇情绪不卡拿钱都按紧贴边贴不要按咯，冇可能啦。一般人会觉得我做这个决定很需要勇气，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看似非常悬殊、看似非常荒谬离谱的选择，就是一条是大马路，然后一条是崎岖的小山路。可是，在我眼里看来，那条大马路其实很不舒服，因为它空气很脏，我不喜欢走那里。所以这个落差其实还是存在，一条很好走，虽然空气很脏的大马路，跟一个明明就很难爬的小山路，这里面还是有落差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个落差可能看起来比一般人小一点。呢度嘅設計做出來嘅內容唔單止係寬獎天鐵，1年前來源化開始學工作，喺台南埔漂嘅3分田。過一步就自家來弄，實現農村自家種、自家食嘅理念。就算賣米嘅生意沒遇到，來源化還係希望延續內容一項工藝，為大家來看到傳統農村嘅智慧。接下來，佢還計劃為重建水龍間嘅景觀，來做採替環境教育嘅基地，未帶動觀光。就是我希望到最後我可以在這邊做起一個水龍間，然後藉由這個水龍間帶進來的，可能是來參觀或是那些觀光客的人潮，也許我們可以把這個當做一個窗口，或是當做一個平台，那希望可以就是縮短消費者跟生產者之間的距離，讓他們直接面對面。喺竹北東海里，也建有82年歷史嘅精米廠，就係來源化講到也下行村道嘅水龍間，也見挑水來本地作全唔是天，就做得用皮帶來裝機器嘅沙皮。5年前還做得簡單嘅運作，認真做出唔合乎經濟效益，韓國也幾行業調價顏色見來見過，龍間做出天體，天天呢對你咩東西。年紀大了啊，
用来讲，这水桶就会啊，用来讲，水去加来桶啊，你是出按道理啦。会因啊，你从当然在工里头来，还从你下去改转用电脑里头，我哩就是下母好啊，听唔到啊，佢話我哩小家用算盤啊，你下去用電腦啊。在某天后用之前，出台农民自家有奶酪，卡太野米素同精米廠每先地靠大户的体系来起大型的水龙，用水力来推理人力，增加产能。一下啲土壤管理，沒有一撮外擺保留到東灣者，奉用流風機起嘅水龍間。雖然內部嘅加拉貨已經洗走嘅，還係看得出公司水龍間嘅好光景。個營業都弄到天光，弄到該只沒有休假，日夜啦。很像個落嘅時，通常用個牛叉。該還有牛叉咩？牛叉來，朝前頭較做到來，得了要濕酒，濕爆酒裝好，讓轉去有個天意退休，接人去建造嘛。按多年來，用畫筆畫出農村文化鄉土畫家藝術鄉，每次用龍做主題來創作。其中水龍間同奶龍嘅作品都係其後生時期生活嘅經驗。佢同賴元華雖然顏色差嘅半世紀，但都希望延續一項有傳統有貼合嘅文化。因為現在嘅看嘅是叫應該。加百年千年萬載，專門保持咗非常好嘅文化古蹟。行藝術上樣板，盡嚟就樣板類同我哋台灣嘅客家農村生活嘅時代嘅文化嚟啲保留。因為我數目讀到唔曉得寫文章，我除了用學法。到最後總是會發現，越在地的東西越國際化，因為你都說你一樣。好，就以我們吃的食物來說好了。如果你一樣做披薩，你一樣做意大利麵，人家為什麼要吃你做的？我們反而是應該從這些最在地的東西去想，說我們有什麼人家沒有的特色。那土龍也是這樣其中的一個，我看見我覺得它可以成為是一個有機會的。呢度愛提高蘇城嘅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農民都該用現代化嘅機器來耕種。唔過面對西方體系農業嘅競爭，接上並唔樣夾到。看起來冇賣競爭力嘅傳統小農文化，其實地度有貼合嘅財體智慧。來源化希望也到天天無體嘅農用加拉貨，係講強兵啲博物館，還唔當啲田空重新來用。我聽說做嚟將荷蘭嘅紅茶用嘅變做台灣農業嘅特色風景。